當你對別人有用之時，人性就係善良嘅；當你對別人冇用途之處，人性就係自私。當你擋住別人賺錢嘅時候，人性就係險惡嘅；當你可以幫到別人賺錢嘅時候，人性就係忠誠。你所有嘅煩惱都係來源於你嘅能力，來源於你嘅存款太少。只要你有足夠嘅能力，強大咗，你先可以感受到呢個世界係美好嘅。孫子兵法裏面講到，人與人最好嘅關係就係冇關係，不遠不近，適合於任何嘅感情。利益先係人際交往嘅根本。當你唔可以俾到對方帶來好處嘅時候，就算你人硬好啊，別人都唔會當一回事。